來過來消息來看，之前麥當勞一個未成年員工若受到性侵落尾是行底路。家屬提告，今年3月，士林地檢署是無起訴來處分。檢察官認定講雙方是合意的關係，認為講受害者行底路，甲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是無直接的關係。家屬佮伊律師今仔是開記者會，嘛另外講針對未成年的妨害性自主的案件，應該得愛互第三方的醫學鑑定的報告來成做證據。納入考量。精神醫學納入考量，司法看見性創傷。受害者家屬甲律師團大聲發出訴求，准年有被當作未成年員工，若像佇職場獲主管性侵了後行底路。這個案件3月初5，士林地檢署以不起訴處分。針對不起訴意見書，檢察官認定雙方是合意的關係。家屬以查某囝的死提出質疑，表示明明案件經過醫生判斷，認為受害者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檢方卻無採用。請專業醫生來看的。那檢察官一直在強調說，今天他不是創傷症候群，他沒有受過任何傷害，他只是他的壓力大。他如果今天他沒有經歷過這個性侵還是什麼等等之類的，他會走到最後去自殺嗎？律師團指出，妨害性自主的案件，犯罪現場永遠無第三方通作證，受害者嘛定會因為工課場權勢不平等，真惡抵抗，甚至隨拍歹關係，閣較免講是未成年受害者，定敢來當靠親友的講法，也是醫生鑑定來主證。律師團甲民團攏呼籲司法應當甲現代精神醫學鑑定專業列入訴訟的證據補強。非常希望，檢察官不要再以就是完美被害人的思考跟準則再去看待我的被害人，因為被害人當他們遇見性侵的狀況的時候，他們通常是沒有辦法立刻反應的，而且本件的被害人是未成年人。許多的修法應該納入更好、更嚴謹的一個機制哦。特別如果我們現在有許多在醫學上能來證明輔助我們司法的判決上更為精準。我覺得當然我們都希望未來立法院或者是行政司法相關的部門都應該把這些修法納為重要的一些考量哦。若勞動部是回應講，性別平等工作法規定，員工有100人以上的雇主在處理性騷擾的時，愛組成性騷調查小組，就請外部的專業人士。若規模較細的事業單位，勞動部嘛有補助。若是雇主無落實性騷擾事件的申訴調查甲處罰等等，相當通罰100萬。記者盧尚如、鄭俊堯台北報道。